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顶礼拜五是5日节拄过，刷来就是24节气的夏至，嘛有人讲是夏至。一般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，夏至开始天气变热，所以咱嘛讲夏至爱食无爱去，就会变做咱是咱死，咱无啥想要做代志。另外夏至嘛有一寡禁忌，像讲有一寡吊时的规矩。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老台语讲新闻》，我是黄秀文。5月节拄啊过啊，刷落来迎接的是夏至。夏至即天呢，其实就是太阳伊会直接照到的北回归线的顶头，所以即天呢，伫北半球的时阵呢，就是日时上长、暗时上短的一天。以前人感觉夏至即天呢，最重要的。所以伫送掉的时阵呢，其实全部的官员佫会使放假放3天，伊会使转去洗身躯。伫俗语内面呢，佫有甲夏至有关系的，亲像有即句的，就是冬至的时阵会使食水饺。夏至的时阵就爱食面，因为伫夏至的时阵呢，拄好就是小麦收成的时阵，所以小麦收成了后，就会使做成米粉，佮做成面。沙沙来食，会使顺续庆祝丰收。过来咧，佫有即句咧，就是夏至的面食过了后，一天短一线，意思咧，就是经过夏至即天了后，日时咧会愈来愈短，暗时会愈来愈长。其实咧，伫传统内面咧，夏至佫有真侪禁忌爱注意哦。伫传统内面咧，人讲上好是莫伫即天去加头毛，过来是上好是莫甲人冤家，伊的好运嘛会无去。做头的人嘛无介意伫即天的时阵听到雷声，因为伫夏至即天也是有讲雷的话，表示今年的收成可能无啥介好，嘛上好是莫晚困啦，因为暗时的11点甲过工的3点的时阵是人的阳气上旺的时阵，你若是晚困的话，你的阳气甲你的肝拢会受到伤害。虽然即马天气愈来愈热，毋过也是伤冰的饮料嘛是莫啉伤济，因为你若是啉伤济的话，你的阳气嘛会受到影响。啊，即马要安怎照顾阮家己的身体呢？阮会使来食即寡有营养的物件，亲像花仔菜。花仔菜内面咧有维生素的 C 甲 B， 会使互你较食会落，嘛会使解你的热度。过来是金瓜，金瓜咧内面有蛋白质甲磷营素，对你的目睭甲对你的血糖拢会使有帮助。过来是即个莲藕，莲藕内面有维生素 C 甲铁质，会使互你暗时，嘛会使改善你欠血的状况。上尾啊是金针菇，金针菇这个物件内面有纤维质甲钙质，会使互你补血。你也是会使适量补充即寡营养的话，会使互你的身体更较健康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甲镜头向个主播。